大家平安，即摆是2025年10月初4，咱第202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同款是逐个月的头一回，咱台湾文学欣赏会。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润呢。逐个月头一届的文学欣赏会，咱通常欧妈妈，阮是一个协会做来看逐个礼拜头逐个月头一礼拜诶节目。今仔日咱要继续来上咱的台湾国语第7课咱的读册会，要读阿弥族的教会。今仔日这篇是1958年的文章，所以等下先给大家注下一下。原底迄个经这篇是阮两当半，差不多2当半前读过，所以其实嘛已经袂记哩是内容是啥因为这阵嘛大概若读到阿弥族，毋知影敢会随意识到就是阿弥斯这个族，因为这2礼拜咱台湾大家拢咧关心的，就是迄个法旦迄个部落，因互山顶的迄个顶一届地动有塌一个山崩去，所以有迄个流水积伫遐，一足大块的水因为顶2礼拜前大雨过来，风太过嘛，大雨过来迄个水规个淹出来，就对山顶安尼淹落来到山骹因的法旦即个部落对，目前已经这要20个人已经确定死亡即摆有关新闻应该逐礼拜逐工拢有咧报，大概网络应该嘛拢有晓得讲，足侪人世界全台湾的人拢去遐得到乌山到款物资足侪医疗的需求，到今嘛2礼拜后游玩的遐游玩阁真需要大家支援因为即个所在主要是阿弥族的人因的庄头，所以就想讲即礼拜拄好来经阿弥族相关的文章来甲大家做伙读，因为伫即届做偌水即个灾难内底人甲人就爱发挥真侪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会当支援遮的事工发伫听得安尼看2礼拜看落来，就知影讲大发挥路用的伫迄个法旦即个所在大发挥组织救灾的路用的，都有2大系统，一个就是教会系统一个嘛就是因阿弥族内部的族群改战即个组织，因差不多敢若4年到8年会分做算是共一体安尼因互相会有传承甲组织的系统嘛伫即届救灾互相联络互相支援，发挥真大的路用咱就来读1958年时阵刊伫咱教会报阿弥族的教会这篇文章，来了解当初时咱是安怎来理解即个甲咱共款伫台湾生活的族群嘛，倒一摆先甲大家注下，因为这是1958年的文章，内底有一寡观念其实足侪真款也是讲较进步的观念是对时代咧进化。所以这是1958年咱写的文章，对大家会当做一个1958年迄个阵咱看到的一个参考。好，过来是咱读册会进行的方式。我有看到一寡朋友是咱之前捌做伙读册，嘛有一寡可能是头一摆参加，所以我嘛是搁讲一摆。咱的读册会咧捧的方式，大先拢会。希望大家拢有先甲这篇读过，若无嘛袂要紧，咱拢会当慢慢读做伙来练习。先读过的人，拢会先甲捌的意思来贴伫即个表顶头，安尼即个表是遮贴伫即个表顶头安尼咱就会当伫知影讲咱咧读的时阵有倒一寡词是咱较无熟的。
安尼就会当做一个算是共同笔记安尼。好，除了语词掠话，咱嘛会做伙来讨论，先读过的人嘛会先提出问题，咱等一下咱经咱大家共同较有趣味的来讨论安尼。哦，好，安尼我搁切转去头一个，咱咧读的时阵，咱咧读了拄则有小解过吼，咱读册会正式起稿进前，虽然读过有问题拢会当先写起来。咱先读的时阵，这是咱读册会的流程第5项。读册会起稿，大家照轮，甲文章读过一摆。所以我等一下会问讲，有想要参与做伙读的友志会当等下登记迄个会议间野手也是开一麦出一个声，咱做伙来读。咱就我会把迄个顺序摆出来。别人咧读的时，嘛毋是无咱的代志，咱嘛爱听，就听你头前迄个人甲后壁迄个人，看。若是讲有通录去的所在，时到是你大声来提醒。若是你我家己，若是我负责掠我头前迄个人，我有掠无到的所在，大家才个斗补充。因为通常是咱咧读台文，定咱大部分的人毋是从细汉读台文嘛，定会咱会晓变调，毋过煞。读文字的时阵，煞可能读伤慢，就袂记哩，就顶打去安尼，互相提醒，互相掠通，了后再进入拄则讲的讨论语词、语法，甲讨论内容的部分。好，安尼今仔日咱特别做伙来读这篇阿弥族的教诲。我先甲画面翕一个，好，一个哦。好，咱即摆要来做伙读这篇阿弥族的教诲。安尼，我要先问大家有要参与的，有要参与做伙读的，敢会当即摆画一声？好，靠谱。声有，是哦。好，两根兄 top，两根兄，搁有一题。有，目前无吼，一声目前有我有托普两光兄议题甲我，敢搁有人要参与的，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目前是阮4个人，这4个人拢读过了后，若是这篇读了袂了，我会问现场，因为有个人可能看阮读的。嘛感觉安尼，我家己嘛当试看觅，咱才个会当个临时发声吼，会当个参与。若是讲阮4个读过一轮，读袂了，安尼得个对头一个开始轮，安尼好，安尼咱就对安尼 top 你是头一个，过来第2个是两光兄，第3个是议题，第4个是我。安尼咱呢头前后壁，咱就爱甲。人就请你爱倒看你头前后壁的人，安尼哦。但头前后壁的人读的时阵，你的耳仔来拍开你的管区。好，安尼咱就对 top 起稿。来阿弥族的教诲，林传明。阿弥族是台湾边地山包，徛起伫台东到花莲，是花莲啊，伊拢有写呢。我目前花莲间的海岸山脉两边的山骹，即族是山包中第一大族，人口有6万外人，占山包总数的1/3。虽然住边地，总是文化水准也是低。原来的宗教是原始的恐怖宗教，因有摄像，也有欠算甲迷信。人若破病就做向，嘛
望得着好，人若拍骹唱，真无爱啊！眠梦着歹，眠梦着歹梦，心无平安。若田里看着蛇，还是槟榔青仔，也无平安。妖异人甲伊做向，有时田园界向也无做。所敬拜的神，无有好歹神的分别，好歹神的分别。即款的信仰真深，做向的人真济，真凄惨。感谢主的疼痛，回连方面日正时代道理就入因中间，可惜无自由。地到二公看，台东方面12年前也得到道理，放杀以前的迷信来归地主。现在花莲县有8000外的信徒，台东县也有8000外的信徒，总户数约3025号，教会90间，有因的有因的宣道师也有本省甲因家己的巡回牧师，因有建设礼拜堂，每主日聚会真盛况，有组织主日学、圣歌队、青年团契、妇人会。周间中有祈祷会、家庭礼拜等等的聚会，因做对重的收割节，已经改做感谢礼拜，奉献因的土产给上帝。我读到这。好，多谢 Top，过来着龙光兄。好来，现在教会伫活动较侪是青壮年，因的家庭，OK，个读好，因的家庭制度是母权时代的制度，有人做家长，查甫人去互查某人招，财产是妇人人的，查甫人较无权利。若某死，较常就离开迄个家庭，搁去别位互人招。比较查甫人无家庭观念，家在得到道理以后，毋好的所在渐渐换，对主的道理得到好的家庭制度。原来因有服从头人，也尊敬老人，听老人的话，因的风俗习惯有好的，也有歹的。入信仰以来，不只有感觉爱假因的歹风俗习惯，对伫性质、个性、感情的方面，有侪项着超正，
超正，哦，着超正，着超正，超正假换的所在，总是着真努力。入信用以来，酒分啊无去好， ，OK，酒分有假钙啊，吼，假真济，槟榔还有食，伊食就会卫生有较进步，看病也较有就近医生治理，通可能吼，通可能的就是为着无守卫生，甲生活无节制，致到济人着肺病甲胃病，囡仔袂晓照顾，死实比较得较济。经济方面，大部分瓦靠金融做田生活，其他掠鱼、拍蜡、山产真少数会利益，因的农业无甚物进步，也无研究，直到收成少，阁有时天气无顺，产园失收，又阁住伫本地人的中间，经济袂晓拍算，收入少，支出济，比较生活真困难。即款的现象实在真需要指导农业甲经济的工人来应付因的欠缺。可惜现时咱的工人只有烦恼，无有即方面把握的人物。安尼到遮吼，我是爱家己听，还是你叫我听？我毋知。哦，读到饱，对，歹势咧，家己要读到对拢会一样子。好，多谢梁光兄，过来着一题。遮个山包拢有经过国民学校的教育，但是因的学历输边地的人真济，经过初中以上的真少，是因为因的文化低，学历输，搁经济困难，直到升学的人少。当山地信徒伫山地社会要互因做新甲请升格者，先甲因带人规地主，互教会徛在进步，应该
着关心鼓舞因的因的教育，毋若宗教，教育一般教育，咱也着关心来想办法，回顾咱边地教会有今仔日，也是前代的信徒有即款歹势，伤紧啊！有即款努力的结果，现在阿美族的信徒热心得意，常常来咧求看有什么路通升学，照看阿美族的传教，即面通欢喜，欢喜，伊念做伙欢喜，感谢主，已经见识遮济教会，总是即面是真通怪路跨路，看路，就是开拓的时期咧过，教会成立爱进入培养，因的腔口，培养好，指导的阶段，即个阶段过了，真有主力完全的徛在培养指导，若无成功，就咱的开拓规制学友，总是要培养指导，毋是简单小块的工作，就是要紧的工作，咱毋通不了，咱毋通忽略，因为遮的文化家头脑无发达，讲品性粗鲁的人，得到道理所建设的教会，原用是有，若是难民实在是空虚，若毋是搁一番努力栽培、指导、修正、小弟，是二的，互主修成，修正。修成，修行，
就修行30杯。哦，煮修成30杯，60杯，100杯果子，我到这。好，多谢伊题，过来着我。阁有2项事情，互咱无紧紧培养指导袂用得的。一项就是拄则所讲，阿弥族是边地山包，因甲边地人的接触无受制限，以外的山包有制限，所以甲即个复杂黑暗的社会参插，欠知识甲判断力，无力通抵挡，低灯，应该是低灯啊哈，抵挡，快受引诱煽动，含落伫罪恶甲有损害的方面，无紧培养，互因徛在行了后悔不及。搁一面是别宗教甲别教派直直在入，无紧培养，互伊徛在教会会受打击，信徒去行迷路。山地工作的现状，照台东县来看，阿弥族的教会已经有39间，搁有兰树大武顶所有三族的教会，只有一个巡回牧师是阿弥族的人，以外即2个是家己有教会，自发着兼在做山地的工，搁山地的宣导师无够业，实在是力无够，毋是人毋做。范围看人少有为难的所在，请列位听主的兄弟姊妹为着即件事三体祈祷甲帮忙，愿主甲大家支持。好，安尼咱拄啊好势的人，甲即篇读了了啊，多谢拓普两公兄甲伊提。好，安尼咱煞来到拄则咱咧读的迄个过程的掠堂一趴。好，安尼咱先，我着直接相对第一面，先来起讲。好，第一面章应该拢是拓普读的，应该是。好，安尼跟看两公兄甲应该是我对，我敢有听着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还是要提醒？我本来是想讲，是我要掠迄个塔白糖啊，吼，所以我有较注意听。啊，伊吼，是。伊真够读诶，拢我无啥物掠着毋对。啊，毋过我为吼迄个像吼，是我无了解。哦，你讲像，确实，我嘛想讲这到底是啥？就做像，做法。哦，这啊，记咱者伫迄个艺术迄边，我看着艺术遐有人写。OK。好，咱等艺术诶讨论。论。基本上我无听着讲有读毋对诶所在。是哦。伊无糖啊，糖拢要食了去。袂歹哦。啊，我应该敢若有听着我点青色诶部分，总户数约300220。
雨，敢若读做河安尼尔。河哦对，几户，要做里长的人爱注意。好，刚过来是迄个因最对中，因最对中的，我毋知，反正我点起来，有闲再个等去听迄个咱时交录音，对中甲奉献因的土产互上帝，反正我亲熟的所在，主要应该拄则听着，我袂记你读啥。好，安尼敢有人无限定？我即摆看到迄个嘛是熟悉的朋友起来。好，敢有人阁有听着？因为毋免一定是拄则有读的人才会当倒了，无定着恁听了阁较专心，看恁第一面遮敢有听着啥物所在读顶打去，还是要摕出来讨论？毋知听了感觉怪怪的，有要摕出来讨论，拢会用一路。安尼即边敢阁有？是安怎？嘿，头前是花莲，后壁阁是花莲，我感觉，无感觉，我毋对字哦。有可能拢会使，敢是？哦，我无确定，因为较早然后就奇怪，对啊，因为较早敢若拢有人讲吼，哦，什么回兰、华人，对啊，后壁阁花莲关，对，无确定呢，我毋知，我无确定，毋知敢是因为变化的过程，而且伊恐怖后壁阁写汉字，敢是较早的人喊这种恐我咧怖，用恐怖。对啊，嗯，偌恐怖，就老诶。好，安尼第一面感觉有一声、两声、三声。好，多谢大家。安尼咱来到第二面，这应该就开始有量。安尼咱先看倒手边好。好，这应该敢若拢两光兄读的，安尼是拓扑甲议题俩大声，拓扑甲议题，敢有有听到倒位要提出来讨论呢？我有听到是你有画起来迄个中医生ED，拄则可能看做别项去，我袂记得是啥。对 ，ED 应该几句是这是迄个要有假医实助的卫生有较进步，破病也较有就近医生ED。这个猪应该是大的那个，是大意思，哇，用所以汉较猪。字读哦。咱较汉的口语安尼讲，好，感觉有靠谱甲议题。我则无咧。好，随后到遮，好，安尼，咱第二面的倒手边即个部分，感觉有人咱即摆伫线顶人拢会用一路，有人有听到啥物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提醒？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讲，共款第二面。正手边伊提读的，对倒手边的上会较迄集去开始，到迄个的正手边遮。我感觉我即段即个我感觉有较困难啦。听无的意思。有影。我感觉时代真差嘛，有。对啊。对。毋过我看一个嘛，有足侪是。伊咧分段的时阵有影，对，KK 嘛，对，可能像足侪我咧画，你看像头一个迄个有经过国民学校，若是要换转，就敢若有经过，国民学校安尼就等于迄个过，因为分转，咱可能无转着调，毋过若是加读就会当改善。
对啊，这个嘛是，因为你赶快拢是经过过，因为有个婚无人抓去。对，三角架应该是迄个老三角的三角，是三角架，是三角哦三角架的意思。哦，是先帝，对，你我会想到因为三 D 若是只写哩，佮教会无有别个意义。哦，用的太讲三角架，因为伫基础教内底袂使凊彩讲三 D 啊，应该是我毋知，好应该对，对，透过讲有咧省了，因为我大部分都会有我画起来的部分。毋过我应该主要是讲迄个阿弥族是阿弥，但迄个阵咱安尼写应该是阿弥族，毋是阿弥族。对，即摆我知影拄则拄好规个咱正式起过以前，对，甲梁光兄有讲着。即摆咱逐个敢若较惯势讲阿弥族，阿弥族是咧对中语因写迄个哦，米个米嘛，对。啊，毋过其实看第一面迄个阵，有哦，迄个阵咱是写阿弥族。我理解，我理解。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两我背了，对，阿弥陀，因为咱是看迄个扫影的，所以迄个第八声甲第一声一面，迄个有看较无清，这是第八，哦，对，哦，感谢，迄个新米路，什么咯？哦，对，这嘛是这敢是咧读新米路？什么咯啦？什么咯？这嘛是第八啦。诶，不，这嘛是第四啦。这讲毋对，这毋是，这是第四，所以是什么咯？新米咯，恁头壳内底有上爱的声无？哦还是后头的声？什么？哦，对，因是讲什么？我后盖叫伊讲。对，你要食什么？哦，什么？对，因是安尼讲话。会讲是虾米哦？我是讲什么？哦，你要食什么啊？什么啊？你要食什么？打虾米？啊，不好笑。培养之道，之道应该是教会系统内底一个一位。伊即句话一直讲诶，我感觉我赶快的话讲。其实我无解理解，可能牧师传道之道有啥物警察有，这我无了解。毋过应该会就是其中一个抬头。毋是讲爱培养之道。即个外用，外用是有，毋过内面实在是空虚。外用应该是外口的面用，外用安尼。他们即摆喊咧讲，应该无啥有听咧讲。毋过这应该是前后对头尾对角。提个伊应该是咧讲即个意思。歹势问题，你拄仔咧讲迄个指导吼，应该是煞接即个培养指导，毋是教会一个特有的职称啦。是啊，安尼，伊直讲培养指导。所以是培养培养共款。那毋是嘿。那是安尼啊。还是同事啊，好，是同事甲培养共款。哦，对，那是的，好，了解，多谢梁光兄。培养之道若无成功，是甲一个动词直接当做名词来对，当用。哦，了解的，培养甲指导这件代志，了解。好，
啥两公遐。好，安尼才敢搁有大家伫线顶诶，大家有听着、看着，倒位要提醒，也是要提出来讨论呢？因为第二面嘿，请。我落尾互画着迄个青色的所在，我即马看有啊。路过。一番路，对啊，一番努力。一番努力。这个哦，有完有个是，无咧，是即，无咧讲。对。阮有毋过知影有即种。对，更加最高会。也趣味。好。欢喜变欢喜。对啊，若是咱咧读英本，就较够因为迄阵应该嘛拢都是票字咧排咧印刷。对。那大家补充，若是读过去的文献，我知影有诚侪有志甲先辈有做电子化的工作，所以亲像有可能我无去晓，有可能诚侪过去教会报的文章，可能拢有请人定起字写伫迄个有可能放伫网络什物网站，无确定即马敢有，因为迄个即马台湾网站定咧放，若是无资源继续遗弃，定拢会定无去。毋过若是讲去我妈妈会读册会，若是会用字，若是佫找着扫影，阮会尽量去读扫影，因为想讲若是迄个经过佫起字加一站，有啥较着佫经过网站啊，还是无共个计式，有啥惊字会走进去，所以阮嘛是若是有扫影，阮尽量以头一步看扫影来做第一优先安尼。好。安尼，咱第二面一声。我歹势，我插一句，我根本挑伊扣毋着字，因为他 H 甲伊迄个应该欢喜迄个 H 根本就比。有可能。了解。不过有可能，毋过其实教会报已经算是摊的，因为因迄阵教会报，我感觉即摆讲起来小可悲哀。虽然较早的教会报咧真正有咧读，第写的文章真正有咧读的，甲即摆咱足侪优质拍拼出来台文刊物，真正拍拼有人咧迄读的数量，可能毋知敢有人做即个研究。因为较早这是真正大家无代志就摕来读，毋是讲读册会才来读的物件，这是亲像报纸呢会存在啊。即摆嘛无报纸，有啥物记咧社群媒体会发文安尼。所以若是讲有写毋着字，应该讲因的品质算是足顶真的，就因的迄个错误率，毋是讲无，毋过真正是足的安尼。毋过嘛是有可能对。好，安尼第二面，敢有有人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提醒的所在？一声、两声。迄个有一个外用的顶悬，小可找无真2、3、4、5外用顶悬的第5纸培养指导后壁迄个简单小可，即句敢是爱读轻调啊？是简单小可。我咧想，就毋知呢，教会无敢会做轻调。还是因就是安尼讲啊。我母感是应该是毋是读轻声咧？毋是简单小可的代志。而且是讲毋是简单小可的工作。即个简单甲小可又阁是算是甲培养甲指导共款的迄落。就连续两个。我就会当迄落，因为拄则读。毋是简单的代志，是小可的代志。安尼有了解啊。咱会当安尼来有诶，培养甲指导并行，悄悄互变大，简单甲小可悄悄互变大。水。
嗯，赞，哦，感恩哦。好，安尼第二面，多谢拓普提出问题，多谢两个兄，甲迄个对，听一摆拓普就知啊。好，刚够有人要提出来讨论的所在，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进入到上尾一面，上尾一个所在，敢有人有听到这部分？拄则的尾到遮，应该就是我读的部分。有人要斗掠虫的无？应该是啥物人啊？拓普甲伊摕大声掠大声。我无听到。好，拓普敢有？我无确定敢是嗯，迄个三族，伊头前迄个所有，我感觉我觉得对我来头家有嘛，小可怪怪。39迄个下骹迄个，有39间，搁有咱书大就这个小可无顶理解。数，有三族的教会，只有一个巡回牧师。搁有咱书大母，顶所有大母顶，这顶应该是顶的意思。顶是顶顶，对，应该是顶嘛。对，所以是搁有对，应该所以是搁有咱书大母顶所有三族的教会。南苏是倒位啊？大武知影倒位？大武敢是阮屏东的大武，毋是也是台东，我毋知。敢是讲大武，台东，敢若是台东咧，因为伊遮咧讲台东，哦，因为伊遮咧讲台东县山地工作的现状，照台东县来看，就算是台东的大武。我想着要安怎讲，我要问诶，就是毋知影是所有三族，还是所有三族的教会？毋知伊要讲啥咧。对，对，但书完安怎看？拄则你有出声，光阴甲你掠。我本来感觉是所有，但是我即马他不够讲，我感觉若是所有应该会有认为，但是遮无，所以可能毋是所有。我毋知影敢会当用人话判断，因为其实一句我万年我无确定。对，敢有其他人有啥物想法？所有三族，甲所有三族，这就是我感觉嘛是阿美族啦、南氏族甲大武族这三族，这是拢属伫迄个山地教会的族群啦。这三族的基，这句安怎读才对啊？就是讲阿美族的教会已经有39间啊，还有南氏族、大武族等所有三族的教会，只有一个巡回牧师安尼啦。所以拢总暴龙，我咧想也是太阳族迄。无。你讲，这就是敢若讲，所以遐佫有别个族。所有诶，遮会族敢若有一个巡回牧师，我感觉，敢若一是个牧师走39间。有教会。哇！所以拢是族，拢是咧牧师族走39间哦，哦，而且伊个还有三族的话呢。啊，敢是阿美顺润，甲朋友嘛？
台当遐敢若是安尼。好，毋过咱毋知影到底有几组，毋过咱知影是苏有三组，苏有三组。嗯，我感觉在读慢，可能对。他无诶问题敢无互解决，我毋知。无你读看觅。哦，阿弥族诶教会已经有39间，佮有男士大母等所有三族诶教会只有一个巡回牧师。哦，是阿弥族的人，阿弥族的人，应该拢是阿弥族就。是阿弥族的巡回牧师会向三种派族的语言。对啊，哇，毋过伫迄个时代，敢若是小可思想吼，我毋知。1958年，你甲大家讲，对，即篇1958年。好，这个读书啊无简单。好，安尼咱掠糖诶所在，上尾一趴敢阁有人要斗掠诶？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今仔日读甲掠糖完成，安尼咱来看今仔日的语词。好，今仔日的语词，等我一下，我想取消这个文章。好，安尼今仔日的语词伫遮，我刷一下。好，面望写是动词，面望着歹望。解说即句咱中少年朋友会安怎讲？咱的阿公阿嬷会安怎讲？但对啊，若是囡仔咧哭，精神伊要讲 I have a bad dream， 伊会安怎讲啊？恁会安怎讲？敢有人要分享一下？泡泡你要分享一下无？咱先对迄个少年的开始。哦，敢若是我直接用名词呢？安尼你安怎讲？几句？忘掉，毋是安尼，这是动词。我忘掉讲无诶物件。我昨暝忘掉啥物货？哦，毋过咱敢无直接？好，面望着歹望。这是顽固哦，顽固是面望着歹望。若咧讲迄个 I have a dream 吼，我要讲我梦一个啥物？我梦一个啥物讲？咱会讲梦想一个啥物款吼？还是讲我面望啥物款？所以是伫遮要用动词的时，可能会当讲用面望，我面望啥物款？我梦想着咱一个美好的未来，还是啥物款？咱敢会讲？你是含梦着，敢若讲一个梦的时阵，介先较无一个积极的讲吼，我即个梦是咧讲我会对将来的理想的东西这个意思。你若讲梦，就是敢若讲你就是真正梦着一个梦安尼。对。哦。我有捌听人讲，我昨歹面望，安尼敢是正确的？含面啊。对啊，安尼含面，伊敢是要强调伊可能会性感，我毋知。我较少人听着讲我昨暝有一个歹面梦咧，我讲昨暝含面安尼。对。敢有人有要分享？
歹面梦就是恶梦啦。哦，对，阮朋友是要讲这个意思。对，所以歹面梦是，我知影歹面梦，啊，你算是动词，吼。对，伊毋是讲我有一个歹面梦，安尼嘛算是动词的用法。我知影歹面梦。好，多谢陈俊兄。好，安尼第二个，歹梦共款，共，吼，我面梦着歹梦，好，介项，因为项下骹有写着，毋过伊上对即个介项，即个介是啥我嘛无啥，我嘛对今仔日个读出来，我嘛是无介确定。啊，原句是有时田园介项也无做，对，好，安尼咱先看第六个做伙看好啊。好，项因有做项，好，中的概念好无？这是第一。南部北部先住民信用的概念，写做项字。是咧照音，陈瑞生的乡书簿记写项，陈瑞生捌写着，伊是照即个字来写。伫西拉雅传统，项的意义不加复杂，通用来指称宇宙间的神秘独立，包含鬼魂，项有可能正做帮战，毋过嘛会致到危害，所致必须通过宗教仪式来甲操作控制。这是丁医生所写201字，当时应该是好完整的偷写野字，用字反射有小看互，迄阵是刊伫网报顶头，有可能用字有可能互改着，无确定。项是西拉雅族万物有灵信仰以及永生不灭灵魂的标准。西拉雅族认为万物拢有项，伊的力量来自阿立祖，阿立祖就是项的化身。这是曼耀吉朗看见西拉雅族，伊写伫这本册内底南科园区祈福仪式。大家敢会记你读乡书簿记的时阵有读着？小可久以前读的啊，无较有印象，毋过敢若有，敢是啥物人生囝了去到阿里做迄边，我无确定。好，项咱今仔日有读着，来其他是有片音哦，对，过来讲看，地告无讲看是讲看，好，过来看路。总是一面是真通看路，好。哦，大家要注意哦。又是迄个讲看是讲话的讲。哦，讲看，嘛是讲话的讲啊。会呢。真文雅的使用方式呢。人是水准悬。但是最正的，哇，我从手机的费用，咱手机的甲费用，好，安尼今仔日的语词到这，安尼过来进入到问题所在。当然，我这个问题我全部读过一摆，咱经一两个。咱就看大家较有趣味，也是讲你即马拄则听大家读了，你有想要随提问题，欢迎加填伫第9、第10，家己即马随填起哩，我会当甲即个网人即马等去群组的迄个对话窗啊，大家若是要
天的人看即摆天哦，啊，我全部拢先读过一摆，啊，咱等一下即间会议室的人做伙来举手转票，看你对倒几个问题较有趣味，啊，咱以迄落较侪人举手的问题优先来讨论，安尼好，啊，问题讨论袂了是真正常的代志，吼，好，第一条，阿咪人再来到大平地。平地中已经报哈，平地三包这款概念是安怎产生啊？是安怎现出时咱所讲的平埔族无包含阿咪人。第二，声明无分好歹是好也是歹。第三，安怎母权的制度？真侪人会讲，迄是母权时代的制度，是类似的讲法。第四，佛教派是甚物教派？第五，咱台湾传统信仰敢有拍拼咧传导？第六，文化敢有分关系？第七，大家对烦恼有啥物看法？迄个烦恼有有迄落甲伊括起来，迄落咱安怎叫因较妥当？第八，啥物是一般教育？伊伫迄个内底是相对宗教教育。好，安尼拢总8条，咱一条一条来举手，好无？那咱一个人对福音上帝国的理解甲反思，等者，敢是有人？呀，我补充一个啦哈，是，因为是咧读这篇文章，咱头有咧笑讲，因这较对原住民较歧视吼，是毋是讲用这个福音，就是讲拢是强势文化团去到弱势文化，其实是一寡破坏一寡原地的一寡迄个价值观啦吼，这敢是正确？拄好昨昏吼，伫即个圣经读册会，碧堂牧师伊摕一个林牧师，即摆听伊伫南神咧教一个少年牧师，那35岁。篇文章我有铺伫遮，我感觉足趣味的。伊咧教啥物款是福音啥物是大使命吼，分几个阶段啦。若有趣味的时阵，较早会当用几钟仔的时间，我来小可来介绍这篇文章吼。顺续有来用来做对这篇咱1958年吼诶牧师诶回应。咱假使讲，即摆已经过50几冬了后，是毋是讲神学的概念有啥物款的改变安尼？好，对传道的概念有啥物改变呢？安尼咱就来番，我有甲画面切过来分享互大家看，安尼敢是，敢要做伙读，还是中共遐要？安尼啊 ，OK， 好 ，OK。会当做伙来读一摆。来，因为这篇吼，阮本地拢是用全部白话字啊，这篇可能是咧记录的人吼，这是一篇迄个对一个牧师去台中复兴教会领一个查经还是啥物款，其中有人来记录落来啦，记录来是用汉语记录，要改做白话字吼，也袂完全好势啦，无咱会当紧紧来读一遍嘛好啊。好啊，安尼有要读的人来，咱即摆来举手。对，我要读，我举手。输完举手，刚点名，输完举手。安尼咱就叫顺序好啊，咱即摆叫咱举手的顺序。我先读，我来读一个啦哈，咱这因为这是汉语写，所以较顶下咱就毋免搁纠正啊啦。好，无问题。安尼我先提个，好，我读甲听后一个接续落哦。好，为马太福音重新理解大使命，讲述林自由记录李宇平。
做一个基督徒，你敢有听过大使命？毋过，啥物是大使命？甲咱想象的敢有共款？大使命的起源，大使命的经文是出现伫马太28章16节到20节。这是当时的耶稣对伊的11个门徒所讲的话。大使命1.0。伫18世纪进前，教会传统拢认为耶稣的命令，然后迄11个门徒也无教会着传福音的观念。18世纪的 William Carey 受称做现代宣教之父的对著作 I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health 基督徒着尽一切方法引带教人民归信，内面强调经文的恁所讲的对象是拢总的信徒，叫囝若信耶稣的人，着去传福音。大使命2.0。即款传说影响西方19世纪的大宣教时代。咱所熟悉的马雅各、李修、巴克勒、马偕等等西方宣教师，拢是伫即号运动来到台湾。大使命2.0到哪要是一个教会牧师重要的教导。好，安尼就对遮，后一个是啥？书完，安尼个后来点有一个好啊。后一个迄个书完要起稿进前，后一个请伊提敢好势。好，好，安尼书完先讲。后壁是总共款，后壁是写做汉罗是吗？后壁还袂天起哩，对。所以我继续大使命开始是吗？就大使命2.0诶，黑暗面遮。好。大使命2.0竟然有伊的黑暗面，因为 William Carey 主张基督徒有义务用尽拢总的方法引导异教人民归正，因为因是散车野蛮坦白体的异教徒，因无文明，阁无真正的宗教，因受幼稚的习惯甲传统引导，因的生活方式原始阁未开化。即款充满歧视的言论，也出现伫来台湾的宣教师著作内面。马偕伫伊的著作内面写伊对当时台湾边地的人甲原住民的观点，伊认为台湾人散车野蛮、街路野蛮、坦白体、幼稚的习惯、幼稚的传统、无道德、无文明、无人性、袂晓思考、袂晓反省、无感受能力等等。为虾米早期宣教师有即款想法？是因为当地人真正较街路，还是这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伫即摆讨论的
过程中间有兄弟认为，当时台湾的物质条件无法度甲西方比拼，但是现代已经有大进步，也有人认为西方是靠军事战争胜利，自然有优越感。有人认为过去宣教师有过头修正，迫害原住民的文化。主张咱应该注重福音的本质才是重要。若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因是怎样用圣经将家己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西方人认为因是老师，认为非西方的信者拢是学生。William Carey 讲，传福音敢毋是教化因上有效的工具？这敢会因正做社会中间有路用的成员。其实这款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也出现伫台湾，亲像有一个教中文的老师，因为108课讲降低文言文的比例，增加无同时代作者文体甲多元文化观点，伊就认为这是无体确定不论的课纲。其实伫伊心内，中华文化就是教化台湾人的工具，为着要互台湾人成做中华民国社会中有路用的成员。读到遮。好，多谢主文。安尼，伊摕要起稿进前，你要点有一个人无？好，有人举手啊。好，咱要怎样面对殖民者的优越感的议题？拉丁美洲有发展解释殖民解殖民理论，遮的学者提出，知识的殖民者通常会歹化甲妖魔化当地人的知识，而且运用德国的知识控制其他的人。林主央鼓励台湾的本土语言甲历史受打压，因为中华民国统治政权的需求。1946年到台湾本土语言互统治者摆化做粗鲁非正式，认为台湾家己无历史，一直到51年后，伫1997年，台湾历史才出现伫各种教材内面，统治者也利用色立孔子庙全台首学这个手，表示伫中国的儒家面前，台湾当地教育根本是无。中国的儒家进入台湾以前，台湾无合适的所在，敢有影是安尼？原住民拢无教育，我到遮。好，多谢伊题。再来着拓普，我看一个偌济哈。你要一摆读好了，还是你要找后一个人？刚刚会使，好，我先读看卖。还是有人要举手的无？还是会用一咯，若是拢无参与就想要做伙读的，不管是举手哈，安尼咱先互拓普先起稿。
反省咱的教会，咱应该怎样对待毋是基督徒的人？咱要用福音来教化因。咱要怎样修正大使命2.0的黑暗面？耶稣有讲一个譬如99只羊加一只羊，伫譬如中间，迄只羊仔不过是迷路，毋是善食，野蛮过路，野蛮脱肉体，幼稚的习惯，幼稚的传统，无道德，无文明，无灵性，袂晓思考，袂晓反省，无感受能力。其实，大家无论是信徒也是非信徒，咱拢是羊，无啥物无共款。关系大使命，是大使命啊，大使命。是写大书面，大使命写白话字人写大书面，如果我们3.0好，耶稣讲山羊甲绵羊的譬如，提醒门徒着照顾细微细的一个。耶稣也通过甲财主的对话，叫财主着卖所有的来互送乡人，送乡人。这两站经文要求门徒，若要得到永远的活命，着实行社会福音。这就是大使命3.0，也是济基督教机构咧做的。总是地方教会敢有愿意做这代志，可能互教会判断做浪费钱、浪费人力，无度增加洗礼人数的业绩。所以耶稣就甲伊的门徒讲：“我实在甲恁讲，好野人入天国实在真困难。若是安尼，今日好野人的教会要入天国是困难，或者简单。”有人要举手无？我买当烫啊，我两个烫就继续烫，是吧？继续，想象大使命4.0，见若我所有命令恁呢，着驾驶因手。马太福音28节20，马太福音的耶稣平常拢咧教啥物？天国伫马太福音出现32摆。根据主的祈祷文以及其他伫马太福音的记载，这个天国就是伫地上。这也回应启示录所讲的，新天新地是降落伫地上。耶稣对群众讲论天国，总是迄时的群众活伫罗马帝国的统治中间，所以当时有两个国。耶稣并无传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传天国的福音。关系福音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帝国宣传。比如讲，罗马皇帝的出世，就是帝国对全人类的福音。马太福音的福音，毋是信耶稣得到永远活，反倒是一个新的国，将来会取代罗马帝国。这也是主教示门徒的祈祷所讲，愿你的国临到。我读到这。有人要教授要读无？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我继续读。耶稣伫马太福音有9摆受称做大
台北大笔哦，大笔的子孙，大笔是以色列历史中间上伟大的君王。大笔的子孙代表对以色列复国，复国的期待，期待耶稣做王，受失眠的所在爱独立建国，所以伫马太福音，天国甲独立建国无法度分开。为什么需要新的福音？罗马帝国的福音敢无好？因为罗马帝国是殖民者，受殖民统治的人需要独立建国的福音。对这个角度来思考，主的祈祷文就是独立建国的祈祷。台湾甲以色列同款，相款有侪殖民者受侪殖民者统治，也从洗脑去接受侪帝国宣传的福音。咱到底需要什么款的福音？咱要殖民者的福音，也是或是天国的福音？马太的福音毋是信耶稣得永生，马太的福音是一个新的国，将来会取代殖民者的帝国。对这去做公义的角度，就是大使命4.0。落尾林自由带咱经历即世的大使命。大使命1.0，迄11个门徒因的代志。大使命2.0，叫咱带人信主。大使命3.0，社会福祉。大使命4.0，去做公义的角度。伊邀请咱做伙思考，今仔日的地方教会较侪是进行倒一个版本的大使命，若无实行其他的大使命，第一项列外的原因是啥物？安尼用光兄敢有要甲大家？我感觉这篇真正就直接的回应着咱今仔日读册会主要迄个阿弥做的教会迄篇。毋知用光兄有要分享伫圣经读册会阵这篇读煞大家讨论，还是讲有啥物方向，还是结论安尼？其实也是足拄啊好，因为昨下晡阮伫遮读，今仔透早落去读这篇，咱两个对即个福音有真无共款的理解啦迄个昨昏的分享有讲着讲，其实做一个台湾人，你若是有一个讲受殖民者的意识安尼要来了解迄段新约，就是耶稣时代的教会，也是讲要了解新约的经文会加足简单因为犹太人迄当时的情景是安尼，外口有即个罗马帝国共管因内面佫有一个皇帝呢，即个皇帝是去听外口一个迄个罗马帝国的嘛就是迄个希律嘛伊内面佫有一寡足保守派，就是坚持遐个教条、遐个传统遐物件也所以是下骹遮的人基本上就是较生活较善食耶稣来，伊传教的对象，伊宣导的对象，大部分就是遮个掠鱼的遮下骹遮个人所以伊即个结果咱台湾足共款啦你外口有一个中华帝国像即摆民进党执政但是抑个是维持迄个体制抑个无爱改下骹的人是安尼受相同的剥削所以你也用安尼来甲理解个定期来读即个新约的福音会感觉讲特别好理解啦也有分享着讲其实是较近代的即个教会史的研究者对福音伊有即种的解说啦就是讲上大起先即个福音是对无关系的人传去予有关系的人就是讲迄个耶稣遐个支持者拢是较无关系的人嘛去传去予遐个关系者
啊，毋过到差不多第3世纪、第4世纪的时阵，即个基督教变做罗马帝国的国教，吼。啊，迄当时就是一寡教会的头人，吼，就慢慢啊，含即个政治结合嘛，吼。啊，伫迄阵啊，就是讲变做讲是即个宣教，吼，是啊，变做讲是啊，权势者啊，向较外邦人、较无知识的野蛮人来咧宣教。啊，这到尾啊，就是国家宣教要用国家力量，吼，来咧来咧推行因的国势啦，吼，啊是讲因的文化价值观。啊，所以咱来看一寡15世纪、16世纪遐，因的宣教对南美洲的宣教、对美洲的宣教、对非洲一部分啦，吼，包括就可能是大部分啦，吼，拢是含军队做伙来，吼。啊，咱台湾人吼，有2波啦，吼，2波迄个福音嘛，吼。第一波是即个东印度公司对荷兰人来，吼。啊，因来台湾，因东印度公司是最后要做生意啊，吼。啊，传教士传教是附带的，吼。啊嘛是对含军队做伙来的，吼。啊，第2波较好运淡薄啊，因是有即个苏格兰系统的，吼。啊，苏格兰因本身含英格兰嘛是有一寡文化上的即个冲突，吼。因本身一部分嘛是感觉讲，因嘛是毋是文化上的强势者啦，吼，甚至嘛是弱势者。啊，毋过离即个地远的即个awakening，吼，就是启明运动的时，即个苏格兰的系统有2个特点，一个就是讲因重视女性啦，吼，重视女性的教育。啊，第二，因有一个理性主义，吼，啊，变做讲迄个诚注重教育，吼。啊，所以是讲，迄当时的英格兰的女性，吼，较无受教育的机会，顶多是苏格兰也足侪像刘因某，吼，因拢受足悬的教育。啊，所以咱台湾嘛是好运，在伫即个第二波的来台湾的宣教的中间，吼。啊，咱因为是苏格兰系统，啊，伊嘛较有加减啊，较有受市民的迄种的起毛字啦，吼。那听迄个 Jenny 咱迄个 Jenny 的朋友咧讲诶，因有即种的起毛字，啊，所以可能因就非学当地语言，吼。相对吼，来自北美洲遮的宣教者，吼，因诶话足侪拢是无学当地语言，吼。我有去过遮一寡咱遮遐 mission 吼，啊，经过伫 mission 看遐记录，哦，就是讲迄个传教者是当地的执政者，哈，行政长官，吼，同时也是司法官，吼，拢是掌握伫啊，伊也是宗教领袖，啊，因地是住伫外口，吼，所以是有即种的情形，所以咱台湾。伫遐毋尔干那讲咱通常咱会较讲的，就是讲哦，因遐拢含医生来啊，甲咱注重卫生啦，注重啥物款。咱遮嘛毋是安尼尔啦，吼，伊嘛讲足注重女学啊。虽然台湾迄阵迄个白胎的时阵，迄个就开始有迄个女子的中学，吼，啊，就规定你若要来读册，你就袂当白胎。啊，所以是拄好含拄啊好，拄啊好吼！啊，昨昏读着遮，啊，就来读着即个咱1958写的一篇文章吼。啊，今年当是1925嘛吼。对。我要70档啊吼，啊，即个中间的时阵，啊，咱新一辈的即个少年的新学生吼，还是讲新学的教育者吼，啊，因写出来的概念，对即个天国的概念吼，啊，对含咱台湾的即个建国，即个理路吼，讲天国是迄当时耶稣咧讲咧追求的天国吼，毋是干那一个足抽象的一个，有当是咧回应即个迄当时犹太人的期待啦吼。啊，毋过到尾啊，耶稣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咱会当个继续来想啦吼。
我的结论是我先甲结论讲，迄是啊，毋是啦吼。伊的民族主义者是咧回应讲，迄当时即个犹太人的期待，但是伊来的目的毋是啊，伊的目的是要救全世界的人啊，所以到尾啊，犹太人对伊嘛失望嘛吼。所以伊咧用定十字架的时阵，遐本地伊的即个因遐犹太人生啊讲哦，原来伊的救赎是毋是干咧即个地面上的，要解决因互人失眠的即个痛苦尔尔，所以遐人拢离开了吼。一直到耶稣死个活了后，因较佫倒转来，吼。所以是这真趣味的，我讲都是真趣味的即个对照啦，吼。所以往往大家对教会吼的想象吼，检采会是留伫即篇的想象啦。例如咱今仔读的即篇的想象啊，就是讲教会就是要去招人来教会，啊要传福音啊，甲因教化安尼吼，开始即种的情形啦。好，先讲到遮。好，多谢两公兄，感觉足着实的，拄啊好即两篇安尼咧对照。安尼我想，敢是因为我想讲，其实咱的问题，咱着莫一个一个转票啊，咱着针对讲来看拄则，包括讲咱读的啊，佮有咱列出来遮的问题，佮有咱拄则做伙读迄个圣经读册会迄篇，佮有拄则两公兄也是讲逐个人所讲的。也是讲即摆大家有啥物回应的啊，还是有问题要提出来，咱着当作是自由交流。啊，你若较歹势讲直接开麦，直接讲话，你嘛会当先举手，啊，我就邀请你发言，安尼敢好？好，安尼我拄好有想要回应，有想要讲，都无啥物直接相关。毋过嘛拄好是我即阵啊咧读一本册，啊未读煞，毋过。即本是迄个 Joseph Campbell， 伊咧读是一个西洋人啊，来了解因所谓的东洋的宗教、东方的宗教的时阵，因去对照。我感觉这两篇因为其实咧讲，虽然讲宗教啊，迄个实名嘛，无完全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嘛有包括讲，因为比如讲因今日咱读这篇就有讲做像啊，还是啥即款美食即款文化对照。我感觉这篇因为拄好即阵仔咧读这本是迄个一个西洋人的观点来理解东方的宗教的时阵，伊就变做有比较宗教。我感觉这应该嘛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啊，因为我感觉迄个比较宗教一定拢会等于到。每一所在的迄个民族行为嘛，啊，即个敢若拢是以婆苏做分界，对，婆苏以东就是东边，以西就是西方。啊，敢若即两个世界的人都有足侪无共的宗教观，我感觉嘛牵涉着，足侪无共的，甲咱拄则咧提一寡问题，也是讲咱逐个讨论着有小可关系，因为像咱通篇咧读的，就足明确，基督徒会有迄个，安怎是好，因的方式有好的嘛，有歹的，啊，渐渐啊受迄个基督教传教了后，歹的慢慢咧改，安尼就足明确有好歹。我感觉这对应着迄个基督教迄个审判的概念，就人敢若活一摆嘛，啊一摆了后，你就爱等迄个。大审判的日子来嘛，啊，毋过这个甲东方的大部分的宗教足无共的，在咱的世界是有轮回嘛，啊，是只有诶，佮有较，我无确定诶道教的观点，敢是都有，还是佛教，其实嘛有，就是讲，敢是算爱认命，就你即世人好好扮演你即世人的角色。若是你是受刑者，这就是你即世人爱受的功课的即款。我讲所以你有可能我即世人，对，咱有时阮家己朋友之间讲生笑啦，就讲那啥怎，阮即摆直接咧做台湾人啊，就艰苦的，对，互中华民国市民啊就艰苦的。
敢是因为咱顶世人咧对日本人太台湾人，所以咱即马即世人来行孝。就有啥朋友之间咧用即款世界观咧讲生肖的阵嘛，反映着咱生活的即个社会，其实有即个物件伫遮嘛，即世人后世人会遮物件，有可能我即世人是歹，因为我即世人是安怎方式面，因为我顶世人做伤侪歹代志，所以若是我有几若世人的时阵，东方诶文化自然较无啥物大审判，敢若是我每一届轮回，我无一定是做人嘛，做猪做狗，毋知种生倒，敢若拢有无共诶。无共诶功课爱做，啊嘛无一定有好有歹啊！我就想着，我是看到迄个当初是写诶迄个问题，无好心，神明无分好歹是好也是歹，我感觉足趣味诶呢，就嘛无一定倒一个绝对诶对嘛，毋过就无共诶环境、文化、信仰、民族、自然的产生，就无共诶恋爱观，我感觉足趣味诶，对，就想讲拄啊好，即阵仔咧读一本册，啊嘛甲今仔日咱咧读诶有留啊对照，啊看大家敢有想要分享，还是想要有无想要提出，还是讲针对任何一个问题，有想要提出你诶看法嘛？用一路。我还没问哦，我还没问 top 哦。神明无分好歹是好也是歹。毋知感觉好歹的拢是好啊。什么意思？无啦，就讲好歹是人讲诶。毋过因为我对有遮足困难诶，因为人换一个，就变做迄落，我无看，中国国民党嘛无一定歹，当然讲对。我想以神明诶角度来看下，毋过我毋是神明，我是人，我还袂超脱即个轮回。毋过，若是讲原住民的神明，因的原住民神明是代表因的文化、教育、法律所有，因的所有原住民的所有。啥物意思？因拢会讲，我看到有咧较关心原住民，我咧读因的神明是代表因的啥物？因原住民家己写的册。伊就会讲因的文化、因的惯势，因原住民家己的文化惯势啊、生活啊、法律，因咧用迄个啊现代人加亚，因讲加亚，大洋的系统讲加亚，其他系统无确定。对，我是看迄个写的。迄就是大洋的系统。对啊。对。所以伊就用现代人较有法度理解的讲法来讲因的神明是啥货。所以我想讲，这敢是着这个问题讲，因的神明无咧分。我讲这个问题可能爱用因的话讨论，叫我讨论。对啊。甲讨论，对吧？两个人遐有野趣，两个人遐敢是要回应？我以前讲，咱来讲用迄个鬼神哈，世间敢无鬼？咱若有相信有鬼的人，可能嘛会相信有神啦，哈。对。就有神啊，就有鬼嘛，哈，就是讲会有一种会超自然的能力，拄咱安尼物质世界安尼即自然律会经验了，抑个有一个袂当用咱自然律去解说的存在，哈。即个通常咱来讲，即个物件吼，即个咱袂当去解说即个存在，若是会互咱恐怖的，还是互咱害人，咱会想讲的是会号做鬼啦，吼。神可能是讲较好的鬼，就是神啦，吼。伫即个咱台湾的即个宗教人都是神嘛，吼。所以是足侪拢有足
足侪神明吼，一个人来讲安尼，伫活着安尼做一寡好代志吼，还是讲较有关系，到尾就互人拜拜了，就变神安尼吼，所以就台湾的即个神明咧拜，足侪是王爷啦，或是啥物款的，无就会人惊的吼，你若做歹吼，我就甲你歹安尼吼。对呀，对。迄个像讲来迄个儒家的吼，因为就是讲伊安尼，就基本上是感觉讲遮个物件咱无法度人理解，咱就安尼来尊敬了，啊，妄想插伊安尼啦吼。若基督教的观念就是讲，伊嘛有承认遮有神吼，总是遮个神拢是比即个上帝佫较小。迄个官位吼，因爱服从即个一个上帝吼，即个管辖吼。即个上帝本质伊是疼的，伊疼世间人的吼。所以遮若有去互遮个较鬼神甲你交托的吼，你若去信上帝吼，伊会替你解决遮个问题啦吼。所以讲咧信神，即个神，你若去信着讲，即个神是会甲咱处罚的，是讲即个是古约的上帝毋是哦，毋是上。你即个问题足好啊！其实是旧约和新约，其实是有无共款的，要读无共款的教示啊吼。较极端的人会讲旧约是反面教材啊，所以是耶稣来。伊是要来，伊争辩的对象主要是遐传统的经学师所以是你要有人讲是迄旧耶稣来伫旧约拢有讲着啥物物件咧吼。这论的足复杂，你无法度而且讲其实是，若是讲较简单咧，是旧约是以色列人的战神啦。新约内面。即个耶稣要讨棒的，是讨棒遮个所有的受压制的人啦。所以来讲，即个耶稣咧讲的福音是啥物款？伊就是要讨棒遐个受压迫的人、受压制的人，互善良人福音人听，有迄个歹脚的人会当起来行，青眉会当看到。我即摆拢会解说说讲。有时咱这毋是真正干肉体歹骹，还是讲肉体看无啦吼。像讲你若去用视频去用洗脑，你变做讲正确的代志，你都看袂到就青眉啊。耶稣来是要互真理，互遐受压制到讲伊已经无法度独立思考甚至讲伊的行动能力，啥物物件无拢受制限吼。即个人伊要互伊agency就是讲伊都有迄个能力，让自我做自主，都来听起来这是我的看法，是上帝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咧传的福音，就是要互咱 empower， 互遮个无力量的人有力量，互遐有关系的人要甲伊救落来。这是玛利亚未祈祷，就是讲即个耶稣还未出世的时阵。玛利亚祈祷就是安尼嘛，伊要甲大山要甲测眉低所要甲天甲天满，要修白遐道路嘛所以是伊是一个会使讲是要带互即个公义疼心来到即个世间啦我是安尼用安尼来分享讲神明有分好歹，无毋对有分鬼神所以。迄个毋通去信着迄个对咱会歹的物件，受热待，佮继续互迄个神甲咱热待。讲gaslighting，对，因为我拄则听两间遐哪咧分享，我嘛佮想着，我嘛是共款读迄本，内底嘛是讲着东西和宗教的比较，真正是足无共的信仰观，像东方的神，其实迄款什么王爷啦、什么妈祖啦的即款的，也是。基本上就拢是天道的真正天道的代理人，安尼尔。
所以像咱要拜拜，要考试拜拜，因拢是代理人，来管即个世间的各种代理人，东方的神是安尼，啊西方的神是创世嘛，西方的神是伫天道的顶端，世间一切拢是神，就是上帝创造的，安尼啊，这嘛会意思讲，就拄则龙文堂嘛有讲到的迄落，其实西方的人的观点，就算讲即马愈来愈少少年人无一定会讲家己基督徒嘛，毋过因为因伫迄个规个环境大汉，基本上因的观念是特别爱公义嘛，所以因的即个世间有艰苦，是因为即个世界毋对，所以咱去改变即个世界，迄个亲像拄则龙跟听讲的，有关系人要来有落来啊，艰苦的人要互伊有力量有才调，啊，毋过东方的宗教是你伫遮活甲就艰苦的，安尼咱无就是离开，就是所以是阿弥陀佛出家做回向，而是讲安尼咱去修行，咱改变家己的内心，换一个看法转念，咱就袂遐艰苦，就敢若真正是足无共的，对啊，当然经过遮尔济时间，互相拢有交流，对，互大家参考。论点你的论点我一部分拢同感啦，啊，毋过要用西方来代表基督教，啊，东方代表异教即个观点可能爱修正，因为即个起源迄是东方啊，对，你若去甲看即个其实是有一个迄个融合所谓艺术家有一个艺术家叫做马可古吉穆拉，伊一个出名的艺术，伊是日本的美国人啊，毋过伊的讲法就是讲，其实是基督教是东方的足东，即个教是基本上是东方的价值啊即摆西方，即摆是安怎较会西迄个基督教，当然想讲是西方，因为到尾保罗去传教传去到西方，啊，因遐就变做国教啊，所以伫西方遐含即个当地即个文明结合所以是有遮足侪是遮个，啥物是真正信仰的本质啊？啥物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变做会影响，这咱来分落开啦其实起源有影是共款的，毋过就送去西方迄边了，欧洲较定战争嘛。对啊，所以即摆嘛有像讲男神啊，因为足骨力咧做即个东南亚神学院，啊咧设立咱即个用咱即个台湾本土的文化来讲耶稣的教示啊，较毋是讲透过西方的文化来理解上帝啊，理解耶和华所以是咱这到尾啊，就是讲，因为即摆是西方足强嘛，伊教会足济啊，所以伊个神学家拢用文写，用中文写，啥物物件，所以难免会受含即个受西方的即个文化价值揽做伙嘛。啊，西方的伊的特质就是讲，伊就迄工业革命了后，伊的即个商业主义啊，啥物足强嘛所以是行入去较即摆这边来讲，就是即摆的面貌啦咱理解即个理解圣经的时阵要来去读即个圣经，咱若是会当讲用咱台湾的处境来理解即个耶稣的教示，会加足直接。这其实咱若去读建议去读迄个黄宗辉即个处境神学叫做 contextualized theology 会当讲得到真大的启示因为伊的神学内面是国际性立的因为伊生做日本人，变做英国人，变做中华民国人所以伊伫无共款的处境的中间去来反省伊的即个神学即部分我想是神学院内面包括即个牧师，我想加减有受即个影响去伫面册顶头会当去follow迄个王宗尧院长伊嘛写足侪即方面的论述
迄个宋传成牧师吼，伊有用即个较东方的、东亚的即个故事来咧讲起即个即个耶稣，也是讲圣经内面的即个对话安尼啦。趣味嘿，所以要甲你讲遮，就是讲你若爬起来，你就爱来参加圣经读诶。书。我拢有起来啊，毋过迄个时阵定定是。这有代志，对，我拢有起来，迄个阵我拢已经精神了。对啊，安尼你就8点半嘛，对吧？对即摆是8点啦，即摆可能慢慢啦，较开做8点半诶。好，即摆是8点。有8点我拢已经精神了。安尼好。我拄好若有趣味，我拄好去甲看，拄好录影着啦。普通是无咧录影吼，拄好录影着，所以若有趣味，讲要知影阮昨昏诶即个对话吼，会当来我讨迄个录影带。我要来先讨。我叫你。好，多谢龙光兄。好，安尼咱时间差不多，看大家敢阁有想要针对咱今仔日读册会，任何一个部分有想要分享还是发言的无？若无，咱就交互龙光兄来讲后礼拜诶一个。好。好，多谢龙光兄，咱甲时间交互龙光兄。咱后礼拜吼，咱先拍扑啊一下，甲迄个论坛拍扑啊一下呢吼。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参与。用心吼，呀，咱后礼拜吼是，好啦吼。歹势，还搁咧瞧。好，本日大家的一讲，等目光看吼，还搁咧瞧吼。好，安尼对，或者咱即几礼拜拢要搁照即个时间，啊，若是迄个就当季的时间变化，搁甲大家通知安尼。我先甲大家预告一个好无吼，就是讲咱迄个当季的时间是台湾无改时间嘛吼，啊北美才有改时间，应该是拢差不多11月初3、初4迄卡兜啊。所以咱即个11月读册会吼，咱游园还阁无改时间啦吼。啊11月初8吼，要来讲单位的纪念会，啊迄是迄个时间吼，有若阁维持迄个时间啦吼。啊到11月15年大乐会遐，因讲迄个拜六下早，因可能有时间有冲突，所以会到11月22吼，咱较改做迄个台湾时间拜六早起的11点开始啦吼。OK， 所以恁即摆若接到即个面册宣传吼，迄时间较斟酌看一下安尼啊。好，报告到遮。好，多谢龙光兄，多谢大家做伙来读册，安尼咱今日就到遮，多谢。好，感谢大家，好，拜拜。再会。再会。